你可能一直都練錯咗個膊，不過睇完呢條片，你個膊至少會大1個碼，因為你會識點用解剖學真正練膊。首先，我哋由結構開始講。好多人做 gym 都覺得膊頭得3 part， 前膊、中膊同後膊。但係其實喺解剖醫學嘅角度嚟講，膊頭可以再分細啲，分為7個部分。就好似呢張圖咁樣，其實膊頭係由好多肌肉組成嘅。科學而家都好清楚話俾我哋知，每一個 segment 喺拉長、中段同收縮都可以受到唔同嘅刺激，所以練膊嘅訓練一定要比較多元化，唔可以淨係靠1、2個動作。而如果淨係講膊頭嘅外觀，最影響視覺效果嘅其實係中膊，因為前膊同後膊主要決定膊頭嘅厚度，中膊就決定個人有幾橫。如果你想知我所有推薦嘅練膊動作，可以 comment shoulder， 我會 DM 條長片 link 俾你。但係如果你淨係想知邊個動作最好嘅話，我會推薦 Lying Cable Lateral Raise。亦都帶到去第2個 point， 就係練膊一定要有好高嘅穩定性，因為基本上我哋身體嘅角度都決定緊我哋練緊邊部分嘅膊頭，而呢個動作本身係一個 supine position， 就可以保持身體唔喐，再加埋個 cuff， 減少手掌用力，咁就更加 perfect 啦。最尾要記得唔好挫自己嘅 thorax 胸腔，要保持一個平穩嘅 transthoracic plane， 因為一喐個身，啲力就好容易射去腰椎同埋背部肌肉，咁就練唔到膊頭噶啦。希望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啦。